受到美国四大指数拢落的影响哦，台股早起开盘嘛大落，嘛落破19点哦，台积电上价是820块。虽然美金落，也毋过哦，台票是起。央行为了要防止炒汇哦，最近要求外资汇入资金哦，投入股市，股票若卖出去，钱嘛爱赶紧汇出去。 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，一直有动作，利益佮批评。美国联准会鲍尔更是较无慢，佮较呛声要换掉鲍尔。美国四大指数全部跌，道琼指数佮较是重跌971点，同时牵动台股大盘。日台股大盘开盘就失守19000。包含说昨天美股到今天早上台股的卖压，主要都是因为说心理层面的卖压。对，因为说其实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利空，只是大家担心未来万一鲍尔被换掉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说可以把这部分的卖压视为是一个市场信心不足。台股大盘开价18990点，随后盘势加重，盘中捌大盘226点，上价是盘到18880点。台积电也开价826块，捌降到上价820块，盘15块。市场起伏大，股民的心情也跟咧起起落落。也毋过相对台股大盘，美金走势微弱，美金指数盘。 新台票汇率第二主要非美货币称值，早起维持伫32块5。那过去大家可能会持有美元资产为主，那现在可能做2个重点：第一个是卖掉美元资产，换回新台币资产；第二个，央行的角度来讲，它也不在这边呢刻意的去做主升的动作，外资的影响比较少，本国人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。这次又伫台湾，根据北面媒体报道，更加有会金主管透露。 央行最近电话联系外资保管行，要求外资汇入了后，要尽速投入股市。一旦抛售股票，就要尽速汇出。分析师也点出，这款的策略主要是无希望让外资赚台票的汇差，若无会有差汇嫌疑，也会当达到让外资进场协助护盘的作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